咧就同心有關嘅，所以我哋會講翻心係人命嘅黃字啦。咁啊，夏季嘅開始咧，一般嚟講，我哋認為係立夏嘅。今年嘅立夏咧就元豐木啦。咁啊，立夏代表春天嘅結束，所以亦稱之為春盡日嘅。咁啊，立夏就代表夏天嘅正式來臨啦。溫度咧會明顯升高啦，雷雨增多啦，萬物亦都開始旺盛咁嘅。咁啊，夏天嘅氣候特點咧就係晝長夜短啦，氣温升高，天氣咧雖然慢慢會炎熱啦，但係咧早晚依然係比較涼嘅，温差亦都會比較大。香港嚟講咧，夏天嘅平均氣温係24度以上。咁啊，點解立夏要養心咧？我哋認為夏天係屬火氣中心，所以夏天咧就心氣最盛啦。咁要養心咧，我哋認為要靜養嘅，避免佢大量出汗啦。咁啊，汗出容易傷腳。同時喺立夏之後咧，要順應自然界嘅晝長夜短嘅變化，所以睡眠咧要注意係夜睡早起嘅，即係可以稍為比平時夜得少少，但係因為太陽要早啲出嚟啦，我哋就要早啲起身嘅，順應翻自然界嘅生理周期啦。咁啊喺午間嘅時候，是係心經當令嘅一個時間嘅，咁可以適當入睡啦。睡嘅時間我哋要8個鐘睇醫生咧，就等到個夜嚟咁講啦。咁啊，不過平均生活嘅養神亦都係幾好嘅。咁啊喺飲食方面咧，我哋認為有一個原因就係要增加啲鹹度啦，所以增加一啲酸味嘅食物嘅吸收，同埋減少一啲嘅味道嘅吸收。咁啊，夏天嘅時候咧，陽長陰少，春夏交替嘅時候咧，人體嘅臟腑嚟講，肝氣就會慢慢弱㗎啦。咁啊，心氣會慢慢增強。咁啊，所以我哋要補腎助肝，增酸減苦啦。喺天氣炎熱咗之後咧，我哋嘅水分會流失嘅，所以可以食多啲一啲酸性嘅食物。我哋話酸甘養陰，所以咧就可以揀翻啲番茄啊、檸檬啊、士多啤梨啊、提子啊、山楂、菠蘿呢啲食物咧，去到食嘅時候咧就可以預防流汗過多而引起脾傷陰嘅情況。同時亦都能夠生津解渴啦，健脾舒適嘅。咁啊，我哋知道春夏要養陽啦，夏天係陽氣最盛嘅一個季節，人體嘅新陳代謝亦都係比較旺盛嘅，所以我哋要順應高溫嘅環境，去將人體去調整為一個機能旺盛嘅狀態嘅。咁啊，夏天嘅時候氣温高咧，我哋話壯火成氣啊，即係咧你嘅身體咧，如果有好多嘅火係一啲額外嘅火嘅時候咧，就反而令到你會疲勞嘅。咁啊，所以嘅話咧，我哋要保持適當嘅睡眠，去促進身體健康，提高身體嘅工作嘅效率嘅。咁啊，內邊亦都講到要夜卧早起啦，無厭於日，無勞，使氣得善，若所愛在外，此夏氣之應，養長之道也。咁啊，當中有詞叫無厭於日啦，即係講明長袖酷暑嘅時候咧，人嘅心情容易煩躁嘅。咁我哋喺呢個時候咧，就唔好令到呢個煩躁之心去繼續去生氣啦，要令到自己嘅心情啊，啲氣機啊，去到適當嘅宣泄，譬如去做下啲運動啦，或者係散下步啦，去避免鬱結嘅一個產生嘅。咁啊，夏天屬火，在壯應心。要養心咧，我哋可以從兩個方面去入手。第一個方面就係心血管疾病嘅防治，第二個方面就係心神同埋情緒嘅一個調養。咁啊，我哋根據一啲現代醫學嘅研究指出，炎夏嘅季節會容易
心神嘅。如果你夏天嘅時候，經常發現胸悶氣短啊、心慌心悸啊、體會無力啊，或者瞓覺瞓得唔好嘅情況咧，咁就可能你嘅心嘅氣血運行比較差啦。咁第一要避免嘅咧就係出過多嘅汗啦，所以喺正午嘅時間咧就唔好喺戶外逗留過長嘅時間啦。要着一啲防曬嘅衣物啦，同時係透氣啦，補充足夠嘅水分嘅。中醫亦都有飲食嘅療法去調理心臟嘅健康啦。去做食療嘅時候，我哋有一個原則嘅，叫做三因制宜，即係話因人因地因時去作出調理，根據唔同人嘅體質啦、地域嘅差異啦，以及係季節時間去作出變化嘅。由於香港嚟講，天氣越嚟越炎熱嘅，同時香港係一個亞熱帶嘅地區，容易有濕熱嘅情況。所以喺飲食嘅方面咧，要注意清熱化濕、去暑、健脾開胃、補氣養陰為一個基本嘅原則嘅。亦都根據唔同人嘅體質啦，作出調整嘅。我哋知道心氣嘅疾病有唔同嘅疾病啦，譬如就有冠心病啦、心肌梗塞啦、心臟嘅衰竭啦。一啲心血管嘅疾病，譬如高血壓病、啲慢性病、動脈嘅硬化、心律嘅不正，呢啲都係心肺嘅疾病啦。中醫上邊咧，亦都有兩個疾病啦，即係胸痹同埋心悸啦。中醫咧就喜歡用症狀去到歸納去描述病名嘅。咩係冠心病咧？冠心病咧就係喺負責輸送氧氣或者養分去到心肌嘅一個病，即係冠狀動脈，因為脂肪嘅積聚而慢慢收窄，變到硬化，去影響心臟嘅血流。當心肌嘅感到血流唔夠嘅時候咧，佢心臟嘅運作咧就會受到損害嘅。常見嘅冠心病嘅常見症狀咧就有心絞痛啦。胸口有壓迫感啦，嗰啲痛楚可以蔓延去到後背啦，你嘅一個手臂啦，甚至兩個手臂兩邊都會有，或者喺冠心病發作嘅時候，常常係因為突然之間加重嘅體力勞動去誘發嘅，亦都同時會有容易氣促啦、面色蒼白啦、流汗、流冷汗，或者係心肺虛弱嘅情況，或者有啲冠心病發作嘅病人咧，會突然之間嘔心、嘔吐、消化不良。中醫認為冠心病係屬於胸痹病嘅範疇嘅。胸痹嘅主要致病因素咧係有幾個嘅。第一就係痰邪啦。有啲人士咧就喜歡食啲奇甘口味嘅嘢啦，譬如啲肥豬肉啊，或者啲好甜嘅嘢，會導致痰氣積聚喺體內嘅。第二嚟講就係寒邪啦。如果我哋去吹冷氣吹得過多啊，或者係注意保暖嘅時候，就容易感受寒邪㗎。寒邪去困咗心陽咧，就會令到心臟嘅跳動受到影響嘅，亦都會發生胸痹嘅。第三嚟講咧，就係個年齡上嘅問題啦。年齡上體虛咧，就會一般表現為腎陽嘅虛衰，腎陽嘅虛衰就唔能夠屈許心陽啦，亦都會令到冠心病發生嘅。第四嚟講咧，就係情志嘅因素。情緒方面咧，如果我哋諗嘢諗太多啊，就會傷脾，脾就唔能夠舒服一啲津液，又係咧會聚濕成痰啦，痰就會阻塞氣機嘅。阻塞氣機之後咧，氣血就運行不暢，心脈就會痹咗，就會發生呢個胸痹心痛。由於我哋嘅情緒係肝所主導嘅啦，如果我哋嘅情緒唔好咧，肝氣嘅通於心
對胸痹呢個病咧就有兩個原則嘅。由於胸痹呢個病本身係本虛標實、虛實夾雜，所以喺發作期嘅時候咧，需要以標本標誌嘅。發作期嘅時候咧，就以治標為主，而虛嘅時緩解期嘅時候咧，就以治虛補虛為主嘅。治療上面咧就會補其不足，瀉其有餘嘅。中醫認為針對標實嘅症狀咧，會去理氣啦、活血啦、溫通啦、化痰啦，尤其係注重活血通絡、理氣化痰嘅。針對本虛嘅情況咧，我哋會去側重補心氣啦、鼓動心脈啦，或者係側重滋養心陰、養心安神，或者係側重溫鎮心陽、補益陽氣咁嘅。要預防胸痹嘅時候咧，我哋有幾個穴位可以教大家嘅。首先就係膻中穴啦。膻中穴咧就喺我哋兩個乳頭嘅中間正中線嘅位置。膻中亦都係氣會啦，中醫認為所有嘅經氣都會聚集喺呢一點嘅。你得閒按下佢咧，就會令到氣機得以暢順啦。膻中穴。第二個穴位咧就係好多時用到嘅急救穴位啦，就係內關穴。內關穴喺邊咧？喺手臂、手掌嘅呢一邊。手掌向上啦，腕橫紋向上2寸嘅位置，2寸即係3隻手指啦。腕橫紋啦，3隻手指。就2條筋中間嘅地方就係內關啦。有時你覺得暈啊、想嘔啊，都可以按呢一個位嘅，佢都可以寬胸理氣嘅。另外2個穴位咧就比較少聽啦，就係天溪同埋捐液啦。佢都係一個寬胸理氣嘅作用，兩邊對稱都有嘅。首先天溪先，天溪喺腹部嘅內側，頭先講到膻中啦。佢同膻中相平嘅，向內側，我哋嘅乳頭往出面再2寸嘅地方，即係由3隻手指。佢喺第4個肋骨間嘅地方嘅，呢個就係天溪穴啦。注意按心口呢啲穴位嘅時候唔好太大力，因為始終後邊係肺嚟嘅。捐液呢個穴位喺邊咧？就喺天溪落少少啦，但係喺呢個翼中線嘅，我哋嘅胳肋底翼窩呢度咧開始向下3寸即係4個橫指啦，4個橫指，都喺正中線啦。佢喺第5個肋間嘅，就會喺呢個天溪下一個肋間，就係捐液嘅穴位啦。長按呢幾個穴位咧，就可以令到自己嘅胸中嘅氣咧得以暢順，就會避免咗呢個胸痹嘅情況發生嘅。胸痹呢個病喺中醫治療上面咧有咩方法咧？我哋中醫咧會講求辨證論治嘅。首先講翻唔同嘅症型先。第一個咧就係寒型濕脈啦。顧名思義咧就係因為寒邪啦。寒型濕脈嘅病人咧，一般嚟講，佢會突然之間發作心絞痛嘅，或者係遇到寒冷，佢嘅痛楚會加重啦。心悸氣短啦，形寒肢冷啦，冷汗直出啦。佢嘅脷咧可以睇下自己嘅脷苔，一般係黃白嘅，脈係沉緊或者衝嘅。呢種情況多數喺氣候突然之間轉涼，或者受一啲風寒疾病嘅時候就會加重㗎啦。我哋中醫咧治療上面就會溫經散寒、活血通痹嘅。呢個代表方咧就係當歸4葉湯啦。第二個症型方面咧就係氣滯心胸。氣滯心胸顧名思義就係心胸嘅氣滯住咗。
通常嚟講咧，表現就係心口嘅痛，走嚟走去嘅，唔係固定嘅。通常得外氣則舒，有啲胃氣湧上嚟咧，就會反而舒服少少。一般見到條脷嘅胎咧就係薄脷嘅，把脈嘅時候我哋中醫會打到細圓嘅脈啦。喺治療上面咧要注意就係調暢氣機、和血輸脈嘅。代表方就用一個柴胡疏肝散啦。第三方面咧就係痰濁記咗啦。一啲喜歡食肥甘厚地嘅人啦，體型肥胖嘅人就屬於呢種症型啦。一般喺陰雨天會發作啦，胃口會比較少啦，口係黏膩啦，會有時中意吐痰啦，胎係白味或者白滑，脈係滑嘅。治療上要溫陽瀉眾、豁痰開結嘅。我哋有個代表方都係傷寒經典方劑啦，就係瓜蔞蟹白附下湯嘅。第四個方面咧就係淤血嘅問題，淤血避咗，亦都會令到胸痹嘅發生。一般呢種疼痛咧係非常劇烈嘅，淤血我哋話痛處固定，通常喺一個位度痛嘅，好耐都唔會好啦。如果暴怒就會加重嘅。睇自己條脷啦，如果條脷偏紫有瘀斑，條脷有瘀根嘅時候，可能你就屬於呢種症型嘅胸痹啦。治療上面咧就會係以活血化瘀、通脈止痛為一個原則。常見嘅方劑就係叫苦棗子湯啦。第五個嚟講咧就係心氣嘅不足。心氣唔夠嘅時候咧，通常會陣發作嘅胸痹嘅痛嘅。有氣短啦，喐下就痛啲啦，經常覺得心跳好快啦，會倦怠無力啦，神疲懶健啦，面色通常蒼白嘅，容易出汗，條脷通常會見到有齒印，因為氣虛，脈會好細好慢。治療上面咧，我哋會補益心氣同埋鼓動心脈嘅，代表方就係補元湯啦。最後一個症型咧就係心陰嘅虧損，心陰嘅唔夠咧，通常係一啲經常失眠嘅人士會產生嘅。一般呢種疼痛咧會灼熱疼痛，或者係陰陰地痛。亦都會伴有心悸正衝嘅，因為陰虛火旺嘅情況。陰虛火旺就會有乾嘅情況，通常會有口乾或者盜汗、潮熱。佢嘅脷苔會比較薄，或者係有乾苔，條脷嘅顏色係偏紅。治療上面我哋中醫會滋陰清熱、養心安神。可以用個情方咧就有聽過啦，可能有啲人叫做天王補心丹。喺食療方面，我哋可以有啲咩係啱個長者可以用嘅咧？就要分翻唔同嘅症型啦。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啱呢個寒型心脈症嘅，即係頭先描述嘅嗰啲症狀啦，就可以由呢個當歸、生薑、肉桂、紅棗茶嘅。材料就有當歸6克、生薑2片、大棗4粒、肉桂3粒。可以將除咗肉桂之外嘅藥材去擺落個水煲度煲，大約到800毫升度啦，去煲大約20分鐘。最尾嘅時候先將個肉桂擺落個杯度，跟住焗嘅。呢個食療有咩好咧？就係溫經散寒啦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唔怕凍嘅，唔係寒嘅，要睇下自己係咪氣滯啦。氣滯即係經常要嘆氣啊，或者個胸口唔舒服啊，要有啲氣出嚟先會舒服啲嘅，可能就係氣滯心胸症啦。氣滯心胸症就主要用一啲理氣嘅食療嘅藥材，就係陳皮啦咁樣嘅。有個食療嘅方陳皮、佛手、蟹白合歡皮茶。用4種藥材，陳皮6克、佛手15克、蟹白15克、合歡皮15克、合歡皮10克。蟹
解法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係啲橋頭，其實即係橋頭小説。咁可以見到喺熒幕上面啦。咁合歡皮就咁樣嘅。都係一樣啦，係煲800毫升嘅水啦，煮滾咗之後煨20分鐘，咁跟住當茶飲就 OK 啦。第三個症型咧，亦都係幾常見嘅，就係軟血避咗嘅情況。可能好多長者都聽過丹參啊、哈奇參啊、三七啊、石斛呢啲嘢。要注意啦，要睇清楚自己條脷嘅狀況，睇下啱唔啱用嘅。如果你條脷咧根本係好光滑嘅，冇咩瘀斑，條脷底嘅靜脈冇咩倒張，唔係靜脈曲張咁嘅樣嘅話咧，你就唔係好啱用嘅。如果你係真係有淤血避咗嘅情況咧，咁就啱用啦。呢個茶嘅材料咧就有丹參10克、石斛10克、花旗參15克、三七肉2克。所有嘅材料去煲，一樣煲4個字。亦都有現成嘅一啲藥粉嘅。通常有啲人咧就會去磨成佢藥粉咁樣，容易去服用嘅。要注意啊！如果你有服用降膽固醇藥同埋呢個降血藥，要隔開2個鐘頭去使用。第4個食療方咧，就係用於心氣不足或者心陰不足嘅人士。我哋有個代表方叫做生飲。喺夏天嘅時候，哪怕你係冇風鼻咧，都可以飲呢個茶嘅。材料就有黨參啦、五味子啦、麥冬3樣嘅啫。黨參係補氣，味子係點陰，麥冬就滋養心陰安神嘅。黨參可以用10克。味子用5克，麥冬用15克嘅。一樣係煲4個字啊。如果你覺得心氣夠氣嘅話咧，可以加黃芪嘅，加10克就好啦。如果你覺得心陰夠，陰虛火旺，瞓唔着嘅話咧，可以加柏子仁。第二嚟講咧，就係我哋要注意喺夏天嘅時候控制呢個高血壓病嘅。一般嚟講，高血壓嘅定義咧係收縮壓持續高於140，或者舒張壓持續高於90嘅。對於一般市民嚟講，醫學界一般建議係控制喺120同埋80樓下嘅。但對於長者嚟講，我哋可以寬鬆少少，80歲以下嘅長者咧，控制喺84同埋90樓下就得啦。如果你超過80歲，咁就血壓控制喺85同埋90樓下，咁咧都係相對 OK 嘅。中醫認為高血壓病嘅病因咧有幾個，通常咧第一係長期嘅情志失調，第二係飲食嘅不節，第三係勞逸失當，第四咧就肝腎嘅不足。常見嘅高血壓體質咧，我哋有啲穴位可以針對佢嘅。第一嚟講，肝火或者肝陽相抗。我哋見到呢啲人咧，就通常會有口苦、頭暈、胸脅脹痛、眼紅、面紅咁嘅情況，容易係急躁，佢係脈象咧比較快嘅。如果屬於呢啲直型體質嘅人咧，就可以按2個穴位，就係太沖穴同埋奇門穴啦。太沖穴喺我哋嘅腳板嘅背面，第一個腳趾同埋第二個腳趾之間，我哋由個交叉位摸上去，摸到骨嗰個位置向翻前少少，有個凹痕嘅地方就係太沖穴啦。按下佢咧，就會令到肝氣舒暢啲。呢個穴位亦都係肝經嘅原穴，即係肝經精氣嘅原始點啦。第二個方面咧，就可以按奇門穴啦。奇門穴咧就係肝經係個肚同埋人嘅正面聚集經氣最多嘅地方，就叫做腹部穴啦。呢個奇門穴喺邊度咧？喺乳頭正中間落
個肋間，乳頭嗰個係第4肋間，咁啊奇門穴咧喺第6個肋間，摸到凹陷嘅地方就係啦，兩邊都有嘅。咁啊呢個穴位咧都係有啲調暢肝氣、補肝嘅作用。咁啊第2個症型啦就係痰濕內鬱症。痰濕內鬱症一般嚟講咧，我哋見到通常病人會講頭痛啊、好攰啊、昏昏沉沉啊。咁啊呢啲人士通常體型比較肥胖嘅，佢啲脷苔會好厚嘅，好白嘅。咁啊可以按邊個穴位咧？就係豐隆穴啦。豐隆穴喺邊度咧？佢係一個化痰和胃氣、清神志嘅一個穴位。豐隆穴喺邊度咧？喺我哋嘅小腿嘅外側，小腿嘅外側外側眼見到啦，同埋外踝尖兩個骨突出嚟嘅地方，連為一條線。呢條線嘅中間嘅終點就係豐隆穴啦。咁啊，同時亦都要留意就唔係太出或者太厚嘅。豐隆穴咧就距離中間嘅頸骨係2寸嘅，即係2寸嘅，記得係3個手指。咁啊，除咗揾到終點之外，就要揾翻係咪呢個小腿骨3個手指嘅位置啦，豐隆穴。咁我會冤冤地嘅。咁啊，第3個體質啦，就係陰虛陽亢症啦。咁啊，通常呢啲人咧就容易便秘嘅。咁啊，手腳心都會好熱，頭重腳輕，經常會心煩心熱嘅，亦都會有機會有面紅。啲脈象咧比較細嘅，咁可以撳咩穴位咧？就係2個穴位啦，神門穴同埋耳神門穴。呢2個穴位都係安神嘅，同埋去降翻啲陽氣。咁啊，神門穴喺呢個咧喺手臂嘅掌側，啱啱喺腕橫紋上面，喺手指尾嗰一邊嘅，手指尾嗰度有條筋，嗰條筋入邊或者出邊都得，因為有唔同嘅流派嘅。咁啊，入邊就係教科書嘅流派，出邊咧就係有啲臨床醫師會針嘅地方。2個都係神門穴，即係手掌外小指嗰一邊、尾指嗰邊有條筋，摸到之後同腕橫紋交叉嘅地方，入邊或者出邊都可以撳。咁啊，第2就係耳神門穴啦。耳神門穴喺邊度咧？喺隻耳嘅三角窩嘅地方，每個人嘅耳都會有個三角窩，即係偏上邊少少嘅。咁啊，佢係三角窩嘅前面向出少少嘅。咁啊，前面嘅1/3再上1/3嘅。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上網揾下耳穴圖。有好多個好細微嘅穴位嘅，咁要按嘅時候要比較精細少少啦，可能攞支牙籤或者鈍少少嗰一邊去篤落去，鋥下佢，咁會幾刺激嘅，咁啊有用嘅，或者咧用一啲耳穴貼，咁而家有啲醫師咧都會喺網上面教人嘅，貼啲耳穴貼，跟住每日都可以按佢，刺激佢。都會令到心神去穩定翻，同埋令到個血壓去穩定翻。第4個常見嘅高血壓體質咧就係陰陽兩虛。陰陽兩虛咧就係2種都虛，咁啊容易有頭暈眼花、腰酸耳鳴，都係頭重腳輕，但係佢表現有腎氣虛嘅情況，就會係夜尿多啊。經常流汗啊，又怕凍啊，咁啊適合按腎經同埋膀胱經嘅2個穴位，就係湧泉穴同埋腎腧穴。咁湧泉穴係腎經嘅穴位喺腳板底嘅，
腳板底分成3個部分，上1/3嘅中間就係湧泉穴啦，正中線。咁腎腧穴喺邊度咧？腎腧穴喺後腰嘅。如果要準確嚟講，就係第2個腰椎旁開1.5寸，1.5寸大概就係3個手指再少翻少少啦。咁可以點揾咧？我哋可以揾個肚臍先，肚臍呢個水平嘅位置拉翻去腰，都係第2腰椎嘅位置。揾到肚臍，拉翻去後邊。揾到後邊嘅脊柱骨，再分開兩邊3寸，就係腎腧呢個位置啦。經常咁樣去敲下佢，大致都會敲得中，就係盆骨上邊呢一個範圍啦。你經常敲下佢，亦都會係對高血壓嘅控制係有好處嘅。如果係屬於陰陽兩虛嘅症型，如果喺食療方面有啲咩可以做咧？我哋又分翻症型去講啦。如果係屬於肝陽上亢嘅人咧，可以飲合歡花、玫瑰花、天麻茶嘅。天麻可以用10克，合歡花用10克，玫瑰花就用少啲，用6克就 OK 嘅啦。又係揾4個字當茶飲。如果係痰濕比較重嘅時候，肥胖嘅人士或者離開好口嘅，就可以用陳皮、薏米、桑寄生茶。主要降血壓就係桑寄生15克，另外就係去濕嘅去痰嘅陳皮同埋生熟薏米各20克。生熟薏米咧要浸佢一陣先嘅，譬如浸佢4個鐘至6個鐘啊。跟住先煲，又係煲4個字到，咁就 OK 嘅啦。如果係陰虛陽亢嘅人士，就可以飲呢個熟地山茱萸牡丹皮黃柏茶。主要成分就係熟地啦20克，山茱萸12克，牡丹皮10克，黃柏5克。最難飲都係黃柏嘅啫，不過用好少嘅5克，佢有滋陰降火嘅作用。又係滾4個字到，咁就 OK 嘅啦。如果係陰陽兩虛嘅時候，比較虛嘅，而且有腎虛嘅人，咁點算咧？可以煲黑豆杜仲湯。材料就有黑豆、杜仲、紅棗、雞髀，或者可以用烏雞都 OK 嘅。就用黑豆4兩，杜仲3匙，紅棗10粒，用雞髀肉又得，或者用瘦肉都得嘅，開煲。將杜仲、紅棗清水洗淨，啲肉去飛水啦。第3就係將啲食材加6碗水，大火煮滾，再煲半個鐘左右，咁就 OK 嘅啦。黑豆同埋杜仲都係補腎強腰骨嘅。呢個湯水可以舒緩呢個腰酸背痛，同埋舒緩呢個眼睛嘅乾澀不適嘅。喺高血壓方面咧，我哋注意生活習慣嘅調養。有啲咩係啱做咧？第一就係低鹽嘅飲食啦，第2就係多食蔬果啦，要揀啲冇咁甜嘅生果食啊。第3咧就係戒煙戒酒。第4就係維持適當嘅體重啦，可能每個禮拜都磅一磅重，會俾知道自己體重嘅變化啦。第5咧就係適當嘅運動，散步啦，每日散夠6000步。第6咧就保持大氣暢通。如果你有運動會好啲嘅，當然，或者係你如果有便秘咧，你都唔好夾硬去倒啊，可能都要用一啲輔助咁嘅嘢。第7咧就係早睡早起。如果唔可以做嘅嘢咧，就盡量去避免食肥膩嘅嘢，同埋減少情緒嘅波動啦，避免去捱夜啦，
小心唔好冷親啦，同埋去唔好沖凍水涼，因為你個管熱脹冷縮，咁啊容易有管嘅問題嘅。咁啊，係啊，濕溫佢係啊，即係唔好太凍嗰啲水，即係唔好太刺激咯。雖然係好舒服，有啲人會覺得，咁你應該要用啲避免陰虛火旺嘅食療啦。你可能就熱得滯，虛火，咁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，主要講咗兩個病嘅，就係胸痹咧同埋高血壓病嘅一個防治嘅。多謝各位。